今日見到呢啲新鮮嘅石斑魚骨，所以就買咗一條用嚟炆大芥菜。魚販好多時都會將啲石斑魚起肉，魚肉就交去酒樓，魚骨上邊其實都剩翻好多肉㗎，可以買嚟炆煮或者煲湯。將啲魚骨洗乾淨，抹乾水之後，輕輕撲上少少粟粉，薑片起鑊，兩邊煎香佢。煎香咗之後，喺鑊邊蘸少少燒酒、豉油同埋糖調味。煎緊魚骨嘅時候，喺旁邊用另一個鑊煎香啲薑蒜之後，加入大芥菜。如果驚芥菜寒涼嘅話，可以蘸少少燒酒，用糖鹽調味之後，冚上個鑊蓋燜煮一陣間，燜到啲芥菜差唔多腍啦，將啲魚骨回鑊，就咁鋪喺上邊，等啲魚汁慢慢滲入去菜裏面，燜到啲芥菜腍晒，加上一紮蔥段，收乾少少個湯汁，咁就可以出鍋上碟噶啦。呢啲魚骨近住魚膠同埋魚翅嘅部分，其實好爽滑噶。如果你哋見到，都買嚟試下啦。